请讲师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。讲师好，讲师好，请坐下。讲师早安。哦，问问对无？你那兄，你那细细汉的，无来啊，好听大人。今仔真幸运，真幸运啊吼。那么好啊，咱这个课程，这是咱用心之谈。咱用心之谈。咱会使讲上着多数公主，咱师长师母两头来阮台北录音。若要过去咱头前人伫大陆台过来到台湾的某大医生，互咱医术大先，咱台前伫咱的单位付出栽培、用心、切会，包括咱即马周前人，互咱负责人点满师傅，咱医术单位做些啦吼，做车。刚刚讲有这个机缘，那么好啊，大家大家共同学习，好啊。袂叫我其他讲道理，道理我袂晓讲啦。但是书面所在，毕竟一定要有文字啦。但是咱唔通互文字答的，因为文字是一个意念，重点是在摸。所以我呢，教目前咱即摆讲这条袂用笔记啊，袂记你要讲啥？如果若是讲出来，真正无互咱听，要如何解决？也是无互咱的心理，要安怎？你请咱讲出来，讲我咱听下无？讲得很轻，毋知咧比如啥？你知我这修30-40年啊，也无介久啊，对无？讲甲无，要安怎？无你来讲好无？来讲。所以道理哦，就是讲千变万化，千篇一律。虽然发真好，宇宙间这个法理的本来的天本，伊拢要互人识得。但是咱爱善用伊，但是唔通去用伊，善用伊。如果法好用啦，钱好用无？你说的无？唔是歹难。钱要趁钱是爱用足者心法，用者时间，用者精神，趁安尼对无？但钱歹趁，毋过做好用。毋过你若趁着钱了，要哇，你个袂有钱放去。咱台湾即摆吼，咱是做有安尼呐，伊就四小时人咧拼，都比较困你我啦，你要冲他一个，要冲他一个，但是到底有善用无，当然就看过啦。所以法门呢是爱互你学法，毋是叫这个。但是今仔既然一个到遮，既来之，心安之啦。咱来谛听，所谓谛听什么意思？谛听啊，谛听这是一个民不讲民主啦吼。谛听，谛听上切听，听清楚，耳朵清，看后面，唔通互当初甲你转去。咱唔爱接别个机会啦，互我是因地因物，后生应益。是要互咱即点的不少，会当摕出来善用嘅，并唔是所在咧电视上口讲可以，口嘛讲可以，还是讲济得未啊？平等，一切法平等，没有高下。只不过是讲，因咱只较占权，就当然这个工会无讲袂使。爸仔我来咧权，大当然对囡仔方面就较要求。爸仔我若耍呀呀，乱七八糟，囡仔就会尊重，真正是安尼。这自然的嘛吼。咱听道理吼，
天生得这好正，腰甲放空，腹肚皮放空软，一点钟、2点钟、8点钟，袂拄久，袂拄出病。那腰酸背痛，咱无法表走，快点我走，袂啦，我袂，啊辛苦啊！你甲坐3分钟。啊，甲腰骨放空软落，啊，两手手啊抽紧啊，毋是你抱较紧啊，毋是蹲白肉，但你蹲白肉就是你看到老师你蹲白肉就是你拄久啊，哦，迄毋是啊，这咱精神一种观念，你个当下你个心还是真正慢慢入定。那入定呢怎么办？我们入法界，你仍然的法界，一心法界，你的心的清净跟法才相应。你在修行的功夫里面呢，你平常用这种习惯，你会成自然。所以看到文殊菩萨讲这部译文啊，我讲你在是世人提升到底了。有人捡着一书如，我讲讲这边歹势啊，书记啊，若能台语有听无？听无？台语。我叫跳楼。那跳台语讲台语，我语在讲。有人捡着了一书如，一须若能尽作一须臾，见者连杀七宝塔，胜过了胜造人，胜过横杀七宝塔，七宝塔，那个然后必然一个啊，现在七宝一盏不够，七宝塔，宝塔将归化为零，宝塔终归化为零，一两千间先见感。一念清净成正觉，你就是在当下的清净那一内心，你就是佛性的现前。宝塔物件，迄是世间法，迄是有形象物件。哦，一间楼几百咯，100年啊、200年啊、300年啊，总好一点，那不会啦。宝塔总会好一点，但你一念清净呢，可以马上当下给你生活。你讲这个放假，这个好看的，啊，我讲你来讲的。所谓佛是什么？佛就是追求，佛就是觉者，觉者是啥？觉者是清净尔啦。那清净是安怎做来？当然是你平常时的用心度，啊，体用度，了悟度，这个当下里面，你慢慢去体悟，慢慢去实行。因为咱真正来讲，咱是活佛的众生，包括我们都是活佛众生。咱真下慢，但是咱拍拼，咱来认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每一个人心温来自动，水平同啦。水平，有的时间早晨起来，真快活，真快乐，真幸福，真享受。有人愈来受着心腹白痛，发白到老，等于嘛真济啦。有人伫世间就爱食是苦楚。到食老，到有成就，人有人少年出门啊，有的少钱好都会，个人命不当。中共主这个是啥？我们今天讲这个智慧，就是因为咱地位不足，福无够，安尼啊。地位当然要修，福无要做，可能福无较简单啦对啦，有人来做摊位啦，布施啦，财施法施布施，迄拢总是一般福报。但今天正功德发生地位心。真正的功德法生在我们的智慧里面，地不高，一切发展出来。有智慧，一切都自在。对不对？你懂吗？有智慧，一切都自在；无智慧，每工逐工就通过是非啦。咱唔相信，咱逐工出去听是非心作当。就话咧，是非是做变化。随讲的咧，别人代志是做对。辛苦咧，接受是有命，感受享受。伊咧分别无所不用，你来看，所谓个咱一身躯当中，甲一点心就怎样，会当千变万化，做讲48000万，翻团发光是烦恼。毋单用智慧来拍破咱烦恼心，用智慧心48000万来破除咱烦恼。所以有当时咱今仔是吼，虽然咱今仔做身躯偌久，咱毋知影啦，老着先几年，新着先几年。咱大家听就听，听无嘛别紧，无要叫。我你讲我听无啊，慢慢叫我讲出去。咱爱豆豆实习，豆豆实习。因为咱讲你入法本性，你入
为规家修行人啊，第一规家就是凡夫正信，因为平时啊，伊唔听话，伊唔看经，伊唔文理，唔做其他生活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做一般的凡夫的事情，就是凡夫这样，叫凡夫走进。那政治的政治咱的反馈政治内面，结果出来就是文明。另外一种就是讲啥，靠经济生活嘛，靠经济生活是叫做声闻性，声闻啊，声闻就讲啊靠声、靠闻、靠知觉来感受、承受物件，成就阿罗汉。阿罗汉啊，但是咱这边找阿罗汉无人要当做。老师讲我即马是袂记啊，要成就阿罗汉，毋是咱即摆是咱当这个更多。破魔叫去发之间，啊成一些物件无我存在，不管人甲你骂啊，甲你诽谤啊，甲你讲你伤伤，无我事，毋是我老师不是不在乎他，不是不理他，一切生死跟关我不是。你讲我不来对吗？你会修行，我没有学佛没关系，所以有时候没有说也没有关系。讲你我过嘛无要紧啊，讲你也无修行也没有关系啊。为什么？我这里内在清清楚楚的告诉我自己，我知道就好。法是能够适应你当下，不是最好的法，是法能够适合你的。你当下你甲悟境、甲行持、你甲相应，只要你做，结果你就开悟就对啦。唔像你这个经济来个在叫伊，你甲电话先换出去，这经济来都会收在唔对啊。所以，你若踮咧石头顶面，你个经济再开结果嘛袂啊。毋过你真正甲证明土内面诶，因缘成熟，时间因缘来到，这个结果，啊，你有这较无？就是代表咱这条心用的方向、用的时间、用的场地对不对？通通就在这个里面。所以智慧不足，你想度脱生死很难。其他我老拢无体会啦吼，我真正讲点我讲到，我无大概我袂记啊，讲什么我们就写什么。比如一个讲，有一个法师啦吼，因为法师会吐风嘛，啊吐风但是行，啊拄咧学生啊呢，观察者下课啊行过，啊拄单独拄咧一个学生，法师讲问啊，小朋友。你是谁？他这专门打扮是谁？你不知道吗？我是出家人啊。小朋友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？好啊，你问啊，你讲啊，可以画个圆吗？你会答这样，可以画个圆吗？啊，这小朋友细汉啊，伊都也唔知影。画圆哦，我没有什么经验呢，我会紧张呢。没关系，人生都有第一次，你就画个圆吧。我今天讲老师，我说了我画一个圆，伊就先画起来，你如果我怎么做？我说我画个圆，师傅来，我圆画好，你个书题啊，叫给咱笑讲同个圆，你真正是着重担。我讲跟你画圆是画圆，你说平时画就圆咩画？我讲跟画圆是不是我自己的？我这里画个圆，跟这个圆不一样啊！跟画这个圆不一样。我要来画圆呢，你怎么会画？你让莫辛苦了，实在没找到。有这种够大的，你这个人家伙，你看下看有没有？这么小的同学，哎呀，咱俺们穿眼镜不看，俺们台湾隔离，你不要画圆，我们都画圆，画个经验，啊，我经验呢，我也老师不是我一个画圆，千万别这么做，这么没有办法，还是要修行的哦。所以我们现在讲道理是讲真白，不过用的平常心就是心，心若清净，就是幸福感。我给个你的人分那些人呢，空性的对了，他没有生命，没有有相没相，有都没有，就是打除破除所有的对待。所以我这个物件，你若好在那边哦，修行就当然不一样。
你就讲哦，那是等于这等来，这就是过来过去，按照学嘛，没有啦，常不能休息。休息呢，最重要是你身心的环境里面，进行这种改变，去腰带怀右边。所有人现在刚说不管他哪一个讲师，哪一个主出来，他讲话一定都讲到艺术，恭维、恭维、恭敬。你有意境提升你的心境，还有话你讲你文字唔捌不要紧，就你个听无，安尼是有做的。但如果你知影讲你意见你哪了解入，我是讲这东西，有悟到哦，有一点点哦，你就一门深入。你一门深入去了，自然你的心境就提升，提升你就觉醒力量。所以咱即摆讲咧听道理都不是写过的。开模解，文理解叫开模，叫文字波罗。那三波罗嘛，文字波罗、观照波罗跟实相波罗。但咱即摆所解文字叫做解悟，有了解会误解，唔系会悟到啊。有了解了小我是文理上，我是讲讲咱捌，咱拢捌这种捌啊，听下就咱捌。你来我来厨房，我来菜，你啥物菜有诶，捌都唔捌啊。如果你搬来物件，即我捌变怎？你啊进就到对咧，进你来睇。什么叫开悟？我一心经大概有看的大概啊，已经有了解的意思啊，但是开始要实行啊，所以即摆有开悟，比赛就早开悟啊，怎开悟？你我讲来，咱来讲广告，录音无有啊？这个我就变成做伊的心的处理的问题嘛。这咱早了解啊，录音就是咱你这心理，对外口就变产生作用。产生咱的语言分辨，大家分好歹，感受痛苦万千度啊，点难比来啦。这都是咱的力量。这个是相当重要，但是上面各位一定要有境界啥？这叫实相波观照波。咱定咧读经去看，听道理来看经，去经我看这啥？文字发这，观照发这，甲比喻这。但是真正呢，我进入到开悟，对观照发这到了解以后，你就进入实用里面。只要你观照心，你就你只要你有观照那个心，我就在修，一定就实用，就进入实相。那个叫思维修，观照就是思维啊。各位，是非是用我们去用方向，在你面前你看到心，做起来是不能。不要在众生上面找答案。我底下你是关心求众生的定知道，你找到他的答案。第一点爱对人们不行，觉醒来你去理解。咱自身不能对呀，咱本身不来先听啊，但是为何今摆会变懵渺渺？为什么变啊？变成那种有为。所以我以为开始张笔。开车平完了咧，后边文清，但是都用别人，但是莫互我文改阮啊，文是修一下而已，但是一改咧家己咧慢慢磨进，我来在公车然后，因为时间到10点半，你比较变光点，使用给我，现在应该关闭了。我来开始了啊，继续开始啊，新的了，第3。连点不要紧啊，冷静是亲戚，不就叫你打棍的啊？你觉得我紧啊，不要摸，对，摸也一摸啊，睡觉那个不一样。哦，见法难行，不法难闻，修得难摸，见得速必。我写下来，除了经文以外，照用，我一定要给了我讲下来。因为如果是我刚才讲经文课抄来讲，那个都是佛法的东西，是别人的东西，也是他人的东西。主业主家各种利用，就把符合他的，会甲
家己要创。本来咱就无欠啊，但是咱即摆就是已经有欠，为什么？你就毋知咱本来就是一个本。正法，你讲啥？正法，正法的语言就是咱的本心。所谓的正法是助法，就像正法。但是正法在人歹势，为什么呢？看无啦，空前物件啦。迄你个想无啥有，不可落是看无啥有。正法你听袂对，所以正法你听袂当中，咱要听迄个啥平常法，叫做优为法，叫做世间法。那正法难信，正法难信就是成就的少。所以我说菩萨贵人，我们众生所非。啊，为什么？多讲正地社会众生做正道声闻，正地因果性的种性就是正地必须分，正到菩萨性的种性，菩萨众生就是成就菩萨。基于在如来种性就是正道佛果，但是一种不定种性，不定种性啊，不定佛，他不一定会成佛，但他也不一定会成菩萨，但他也不一定会成凡夫。叫不定，所以时时在变，随观几多啊，因为在变，他以为成就出来很难顿。可上来这种叫没有种性，我要唱，无正解啦，无正解讲啥？现金无，法律无，入众章，会成底，幸福平衡些，科学些，一切都在烦恼当中，一切都是在烦恼些。所以这个语言你讲。绝对不一样。咱有一个心跟正法，咱输出干纯一句，背景所在，传理一词，诉说不可，做说不可属于什么？大家听这个名，告明千万法，教门千万法啦，宗门一字言，教门千万法，传理一边，说说不可属于什么？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？如果我们修行没有这么一指给你证明，我们本来当下的那一指就是你的当下，当下就是什么？这个多嘛你见过了？这个是多嘛不说，真不说。基本懂你们听，就是当生，当生已经住那个正法的境界，无邪恶，无合拜，无离欢，但大家看清清嘛，没毛。基本就是你见过啦，当下是什么？这毋是我另外传下，是你心当下你有清净这个物件无？你本来有自在无？心中我观自在吗？啊，你有自在吗？你观到自在吗？你有自在，你办法行深，没有办法自在，你怎么行是般若波罗蜜？你说人家懂清楚了，说明他懂多生死。所以这个这么难写当中，就是因为世间的影响就是嘛，包括过去历代多数都传来宗教，大家都听的话当中。我带不懂，所要世界，不但千差万变。进行到咱两个，比如说分那个属性是啊，属性是对啊。哦，那属性你看，厦门菩萨福建那些是属性的，都我改。东西从正法的当下那一刻起，我们没有办法入，所以你要闻到佛法更难。有啊吗？啊，世界这内心都有啊吗？修炼嘛是有啊，广当然都是佛法，法师讲的都是佛法，我都在看啊，哪里没有佛法？其实佛法处处都佛法，哪边我佛法处处是佛法啦。但是真正讲佛法，咱唔说，并不是歹听的佛，是个心法歹听着啦。他你我做出的些做出，无论是咱两个改过，是咱心里。基本上两个情形，因为跟来源，我们根本求不到，摸不到。后来我们就瞎猜，我们以为，大概是这个意思，大概这个意思吧，我们以为，门关，真正是因咱的修门相应，不能甲咱印证。小咱课自修自摸，所以自修自摸啦，有智慧，一定摸一个，这怕不是。然后修，修，那唔对，对啊，修品就是对，没有错。像我做生意的，是我做无生活，伊遐嘛在生啊，嘛是在生啊，你讲伊遐生啊对嘛？是较坏，较偏名，偏摩托里面，唔知查里面啦。正就是正法伫福建，
就覆盖下个修片的修覆盖里面，所以你们别想说哦，某些你不能动，某些你说不对的，某遇到一种就是某些是魔界的心法的修行比一般的修行境界还高。你魔界做了条件呢，魔界过来，他把时间变到第六天，咱未来做做第四天啊，完成这个做第二天啊，你魔出来，可能这个你必须干啊，为什么你必须标准？所以那个东西是修行来的，他们不管的。但是因为发的物件，因为无理之图，是个骗你，是个偏激的。看人角度，讲话有角度，这行有角度，生命有角度。当说我感觉我的思想，我的行为，我的看，我的都是我的，没有一个地方我是错。你按这个料当中，你主观一些材料呢，也是有道理，你就没有办法平等对待，华的平等。所以是不做那样边界，讲咱世俗边界，是咧讲咱心性的边界，这当然别谈着啦吼。所以修道，到底这是多正道啊？是对一部分正道。但我就是无在咱里面的地位也别变成时阵，咱无能力得力。过去有一个时阵，叫大通至圣佛，大通至圣佛，十劫10劫。10劫咯，20天啊，20年、28年咯，10劫这就点啊，10劫做到场。我现在差不多讲，咱一般的平常时做个啥物款啊？像我等下咱厨房主动吼，咱大人吼，咱讲了哦，等下咱做小写书哦，这个东西，这公平都会10劫就得名了。这个大通罗班下来，他会得了，你在弟弟啊，你要听得听。大通至圣佛，第贵你是个怎样？10劫皆得名。所以这个道场不是在我们这个道场而已哦，平常就是道场。得名无离开咱的心，我在我等于我到北我得名啦，你的道场在这。你今天在这边，我们道场在这边；你今天到工作场所，你的道场在工作场所里面，那个道场。要给得名，不现实，如果来文解，不能成佛。所以我们在讲听到你，到底你认真听有领悟无？还是我把咱叫来歹势吼过来吼，讲我歹势，我来参加拜拜啊，把生死看成不出之外啊，把生命当作理由啊，为啥讲？其实咱人要来当中的世间，这究竟要讲足深奥的，我讲足分析的，佮分析的咧讲生命问题啊，这我遇到国师，所以10劫就得名，无离开动啊。这一点你要平常很注意。我起个动念，你马上会对了；起个动念，你马上会对了。我提醒我说，这对来啊，要从哪里去？来起不要提。比如说成功，这个东西都是妄想的东西，这些东西不变妄想的现象，但是它不是你自己当下，因为你经过有作用要3天写的黑起出来，我讲现在是它如头的东西，都跑一些了，如头动，你做出来，如头一出。这个不好意思，它不经过有的，它没有任何作用。没光经过广大使用，它没有经过这个东西之后，它马上传出来。这个很熟大家看，我来比如点讲完了。现在是王文，这是王你就领导你啦。你往后边往边，那我咧后边听下去，我咧讲话，但是后边讲，都本来是无理啊，被人挂在那样，不然可能是个小手。火起来，你话嘅，死，你个死人，都给。所以咱大家底下咧生灭，生灭，究竟生灭咱到了解偌济？所以独头意识它不是经过那个意识的作用，然后3天内两逃出来，黑马那个未成天呢？
毋是我平时啊，我有我呢坐间，会当做，会当讲大好会当入去入品入不上，会当管切出，咱学到国家，这个都不是。当你当下物件，你所办物件，都是新闻的东西，所缘境、新言相，都是幻象的东西，你都不要去在意它。所以咱今日讲啥个？因为修到所以人无这代表有出个法门，拢啊靠智慧。所以智慧不总啊讲22年啊，讲22年，所谓经典讲所讲智慧讲22年，那个是波了波。但是咱即摆已经离道远啦吼，了解离过去圣贤心经长，离过先知性，离过咱开菩萨，离过这些菩萨，拢是过物件。所以因此有阵时咱家己在讲摸索，若无书甲你引导，也是讲开菩萨甲你互相大家研究切磋，有阵时啊要入迄个物件很难做。所以呢，你看咱正道观咱老讲在第三，正道观叫做玄觉大师，伊是规封要伊个法叫玄觉，伊个名叫永嘉禅师，伊住伫永嘉，说咧永嘉，所以伊住永嘉，我名也是叫永嘉禅师。所以伊就写文章有多。第一个是怎么练？积碳的积。不是啦，这个叫做积啦。积我们粗末啊，不是粗末啦，或者叫做积，咱哋行叫做加文化啦。粗末咧，粗末来写的，粗末。加那个积的后面。加娃娃复习者，众生福难了者，辟邪万害，下变心，魔用法种得万害。菩萨如来，万顿教，本不读，本不别读了，如花水。这本无解深，但是意境奇妙啦。讲的，其实复习者，这个佛时代，我了世间，反对世间。有歹无？我甲你讲，一年不如一年不如一年。因为地球即摆是生在坏事，成住坏风是讲坏事啦。所以道上天甲道，甲来到世间，是因为时机接受因缘的关系，所以咱容易所以道出。因为道甲结并共，因为有接受，但就有道人救。但道是救现实，劫是要杀咱遐个我歹物件。所以上天不救，咱达到讲世间，全经无啥兄弟嘛有智慧啦，全经修行，全经护人，全经救人，全经成道，全经所信。完成第五个秘密的部分，活佛可以将证明，如果若不实现，活佛可以将人证明到，如果若不实现啊，危险我你讲面前。伊讲一句重点，活佛尽劳其灾所是人。一天我至少别，一天我这名拢无出尽劳其灾所是人，所以叫做要撇落，这咱按哦，先有跟按讲，你以后来叫做到你要撇落，撇分城，分城是对，毋是咱连锁人，是环境人，毋是撇来分店人是，可能就是分城，抖音，票城，公斤3号讲那些大家过去3步来联络，这个所在是大市场，就是咱看过哩啊。正好你看你保持全面，正好你看你保持全面啊！你现在讲其他比头啊，你来看日头看3天看嘛，明仔等下来看这个，保持全部看。何况你若无讲参加那些，是因为分灯它所说呢，我来看基本简单，无够我们靠讲的啊。咱是讲看一大一头无？因为你看，你等下看一下，你看一头无啥哦，定。可能我到遐用杂条咧，咱里面，你到一头遐来人脱掉，可能我给咱听，伊来求得啊，就求钱给咱听。咱就无去别咧，我那这个工厂咧，那就有出去，我富啊神地啊，我真就别当去别，你讲出去好，这摆当啊，这个我好这些老当时都当。所以伫咧活当中，学习者无解好人嘛，这个时阵的众生的福报，众生的福报啦，福报，
比以前严重大，要首先。所以我即摆电视最近咧个看嘛，讲对疫情啊，就像咱就是讲劫后余生。咱先卖叫医生，咱是这个叫淘汰期，无淘汰掉。村外的人啊，叫后医生会必有后福咧，这是叫必有后福咧。咱真正有神经有福的人，咱出来无早咧，我小朋友啊，这4年是偌济人，原地就统计700万人，这个疫情啊，收700万人，啊700万人，他无晓得咱好加在我平时行政，我去叫他钱，有做平安有咧个保庇。你看这个人土耳其咱一个家人，收偌几个，即摆咧收是安尼收咧，就是讲一个2个家己咧，两个外咧，因为大脚皮就是大收完就是大出来，你相信无？大脚皮是大出来，大收完就大出来，因为有效报有效做效有报酬啦。所以讲，咱先讲，提早12岁，本来12年前要开做的，12年今仔日提早你12年要做。所以我这个经过这过年的人啊，因为咱无好无难哦，你毋知影都遐妙啊！你若无好考下个经过当中，你毋知讲咱心都遮准备啊！啊，咱功课遮好用哦，当然相在跳跳较好用。你讲有机会来讲天是的，现在这评书讲无好，要去打毛。好难表示讲，他没有办法去调和咱的内心，因为咱的心内心在那懵懂，迄有要创啊，无聊。随便无聊，咱来无聊，咱来看电影，无聊，在找那个无聊的事情，那个就跟生存没关系啊。我你我说我谈到对哦，你还是要归一，因为从这是不为无。真真正正把教会所有出席一切讲这个话，不是错的哦。佛祖再来跟你讲哦，讲到错话哦，是咱真了我没考，所以伫这个内面呢。我过来表示，我们的心境没有办法调和，咱啊，动不动咱就比较修理者，动不动就比较无用者，动不动就比较气在心中边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办法，摸下来，话是讲坦白一点的，话没有前后，话是这样的东西叫话。我都开始都会接收到，我好像开始看往造成梦话，整个法里面是跟他看，做到这一点，他说一切法他讲的是圆的，没有缺角的，但是他心里夸张，就该有第一看有道理。你的话改变话东西的话，你这前面说的没有，你只要用一个法一个心去看，都会到我们目的地。是，然后咱你较好讲好像讲对，在包括你。所以伫即个内面呢，咱去圣人的心，去圣人的道，真远，毋带遮咱带无这个性。啊，无这个性就是无地为主的，咱的梦想会较济，咱的超额会较济，哦，啊，咱要挂的较济，痛苦较济，课题较济，大物件拢济，要怎解说？要怎办？咱听人人管，啊，人时间随便，啊，业咧随便。无法度，互你人生会当存在，毋知各因各同场去，也去同人生，同样人生。无形的区别，互你做你难啊，互你听袂对，互你修行袂对，互你幸福了做袂对，我变来去等他，互你无咯，啊，你就对我这个。他袂讲啦吼，啊，这物件恁笑啦，啊，毋是我讲咱比较啦。我正常伫台湾听到台湾。什么抓？40年来，什么叫游戏？我不知道什么叫游戏是什么。咱直接有说游戏上麦，游戏上麦，游戏世界，你可以看世界，大世界，那是修行境界，不是那些。咱无迄个心去是咩？这个做心善做，有做有无啊？做歹咯啊？当然嘞，心能不能收回来？心能不能安静下来？心能不能回复你本来当下自己？是放逸还是？放松，所以咱现在这疫情这安怎电话10个月，但是咱甲举办，咱人为了关，为了平常，我不知道啊，举办咱免费的，啊，举办咱无要不要呢？哦，
简单讲，按照阮起山，就是心落散去。当你要去火时，咱个跳查起路，第过来温度小时，我是个讲，这样平稳点点。如果以修行的那个业哦，那业所业嘛，你叫你业当中，不是在什么1分2分，是在什么？有时当中，咱用过去的20年、24百节已经容易点时间。各位听得回来，结晶还要再燃烧，还要起火，我调查有冇来先？给我看过。所以说，你其实我们当讲员的哦，第一个就是你不可放肆，你不可放逸。我几个可以放心吗？你除了准备出来，你切得对？你家己除了都准备出来，你老师也切得啊？做无嘛咧教，困袂爽嘛咧想，咧困嘛咧想，三日嘛搁叫写。悟道一句我写一句，悟道2句我写2句。是做平常话当下，是平常时啊，咱咧做个讲调，会讲别，毋是但是咱讲某人你来咧讲者，还是我嘛准备了，一个告诉我，你3个准备袂出来。生活真辛苦，看你好真苦，人咧困啊，头壳摸咧烧。毋过这个物件是要互你用了无，毋是互你背，是你心上用的。所以伫这个当下，无强或者就是讲，因为咱人个写心望见这个物件愈淡愈济，我是心自私心较重，我较重，我家己，我家庭。我是啊，你们那么会顾你们家庭，你们就自己顾，就不用为师来顾你们。那有理由。既然你都做顾家庭啊，顾家庭啊，你就顾你家庭就免老师跟你顾啦。各位讲得来啦。既然咱顾家庭，咱老师跟你关心弄先啦。你看我表现我家庭咧起吵闹闹，我起坏当中，我搁咱对阿袂多吼，对阿袂去宣传吼，咱袂去吹吼，有无安尼袂？拍袂离咧，骂袂离咧，你搁会起就菩萨心，家己都顾袂起啊！你哪有时间管他？所以修行，佛法平等的东西，佛遍及一切，看一切众生，他没有坏。你看修行是看你的到底你心态对唔对，看见矫正而已。他不会做错，你做安吼，你对了啊。你做安吼，你了解吼，你做安吼，你危险啊！你爱做地沟吼，你听了大拢对了，连讲嘛对了。有些人讲按照顺序，增加对方的一些压力，增加对方的一些心结。我看到那个像，你刚才出来那位，玻璃荧光。增罪也啦，玻璃有玻璃，佛做的，嘛第四尊的，第四做出来的有玻璃，但是佛做来这10大弟子的一个10界第一有玻璃，一个还阴界，还阴煞，结果呢，哎呀，我做了啊，出家人啊，伊出家人还阴个还煞，伊是讲无正正，啊，去讲开始啊，你看这个道理，你哦，啊，你后世人就阿弥地个。唔该，喜欢的时候，我拢怎个答案啊？希望为我去记书啊，为我这菩萨，我叫学习，过去印度来过来，迄时代人间呢，修白衣叫做有修，其实双修还灵无？你也看你知影咧，我先啦，修切修双修还灵咧，上个关键咧，不为切修，不为心，不为财，不为那物件，干，规个要干做一个，我是没钱的，他是做千金道场。时代地水不能唔讲，做叫是咧，这个伊叫因为一时报名咧，大地是我唔介意，有些唔介意，因这个后来因唔介意，你个嘛，看起来挺好命。要看你白就在家读书啊，当你在家读书的，我心啊不菩萨，那不能吗？心念问题啦，看你怎么修了。所以都袂修人呢，为无，即像我一般记袂使来咯。
顿如意啊，犹如一生，犹如迄种小城市啊，迄故事安尼啦。伊讲，有玻璃，那是袂是就咱若无定咧研究，但是看咧咱咧师傅，咱人解决安尼，产生好对咯，好怪。所以他不讲这个东西，它本来就是一切空的东西。但是我咧讲这个魔用完全唔是讲这个问题，是比如到比如这法魔是安那起来，是咱的心起来，安那写出来，为什么咱发作？就是讲咱的智慧听完时间，清醒性不够，所以呢，拢遭受了接受灾害，拢遭受接受灾害啊！民主讲，我爱买台湾人，做迄句唔买人，文说出来动作唔。主要你甲听来，像即咱即摆讲咧，即马这物件，伊贯着所传的佛教的佛法，胜过所有文字经验。有诶种讲，你贯着你咧讲摕人经在咧讲，恁讲抄人无咧谈，无正言，无正理。我经常就跟主持在讨论这些东西。我有定甲几位咧伫咧第2台讲经要说，我有定咧说。虽然是贯着你是佛教，我们是朋友，但大家懂无疑啊。个人修学啊，个人出家袂歹，真好，但是若要修负责，什么负责？欠负宗责。为什么？诚实中用这个。但是咱今仔若修无出去，修无解决出去，当无良心，当无一众生，咱所欠负的责，你要怎么办？咱真在敢毋是？食咱地，做咱地，做别人地，讲做公平的工作，咱无家己啊。咱遮做者有影是水无？有影是水啊！我大家嘛是家己调钱咧，无人讲调我钱，过回我爱来出咧，都是表演嘛。所以今仔因为听这宗教，这节目当中，会当当下这个当下这是，解决这个你嘛要相信无？这过个来讲，你若无想要境改变呢？境界是当下而已。无咱佛教里面讲，龙女遁成佛，两路遁成佛啦。现在两路过了3参在看卖。你看菩萨咧教遐东西吼，来长他东西来。迄菩萨后迄威严看人，大家都是读分都看到，迄菩萨咯，就是菩萨。伊若无显迄个金刚性，迄菩萨心众生本来袂明这个，伊看起就是安尼。但是伊毋是要点咱去做啊，伊是一个实现啦。但是后壁迄本事，安那出来，可能嘛是后壁佫变出来，唔嘛无法怀疑啦。但是这用伊就是顿成佛，伫咱的正道过来的路上，所以龙女遁出佛。是龙女遁出佛，当然伊过去，伊听这个宗教法门是听文殊菩萨的说法，听到入去了，有一届当中来讲做头前。在说法时阵呢，伊当下伊像咱即摆这啦，有做地方，伊第一顿伊先个当下清净一点性命，马上从女生实现男性。这跟我讲讲高，当下有女性实现男性，往东方离过世界，离过世界上不行。遐艺术东西都唔相信，后头查某人变查某人，查某人爱当新婚，其实是正确的。阿公。我们婚照要修行，要成佛的实现男性，但咱这边是边界啊。